歸正常。一首歌最好博到鼓掌，一首歌最好會換你來和諧合唱。一首歌最初幾多幻想，一首歌最終又變了怎樣？無暇解釋，無暇欣賞，無原因變成駐唱。聽一首歌找最初，聽一首歌想看破，聽一首歌尋找最後答案。委屈聲音聽太多，偏偏聽得你着魔，蒙騙了耳朵。當思想不可發酵，當聲音不可變奏，只可入街裏英勇地戰鬥，在山莊內咆哮，在渲染，在詛咒，在破壞中建構，在山莊內咆哮，在估計，在推敲，在空追中搏鬥，在音階內尋找，在渲染，在詛咒，在破壞中建構，在山莊內咆哮。大家好，歡迎選擇叱咤903，呢度係咆哮山莊。今日天氣咁好，最好嘅梗係向戶外睇一個音樂會啦。今日喺西九文化區就係一個免費嘅戶外音樂節，自由日一直會玩到今晚10點嘅，所以而家出門口都未遲噶。而嚟緊下個星期6日15號、16號呢，就有一個由 Hidden Agenda 協辦嘅音樂節芝麻開壇。我哋係嚟自 Hidden Agenda 嘅 Henry 同埋阿哈，你哋而家聽緊嘅係咆哮山莊。芝麻開壇一個咁有趣嘅音樂節名字，全因係因為今次搞 show 嘅地點係一個叫做芝麻嶺嘅地方，喺錦上路嗰一邊嚟嘅。錦上路個西鐵站出面，你可以揀巴士啦、小巴啦，或者接駁巴，我哋會有接駁巴啦，咁或者的士都可以去到。係啊，的士都係40蚊度嘅啫。咁同埋我哋當日都會有啲 shuttle bus 啊，去提供去個營地嗰度啦。同埋有啲交通工具，我哋喺個 website 嗰度啊，都顯示晒出嚟點樣去依笪地方噶啦。芝麻灣可能大家就聽得多啦，芝麻嶺呢個地方呢，可能大家都未必聽過。咁你哋又點揾到呢個地方做一個音樂節呢？因為揾到當地芝麻嶺嗰邊啲村民，咁佢哋有笪地方咁樣提供俾我哋去搞呢個活動，咁同佢哋做一個 promo 咁嘅形式咁樣嘅。咁佢就揾咗 Hidden Agenda去協辦呢個開壇嘅儀式咁樣咯，係啦。其實佢哋有好多戶外活動嘅，但係比較多係親子啊，或者去睇動物，佢有一啲羊仔、豬仔嗰啲咁嘅嘢。咁但係佢哋都會想試下，會唔會有其他嘅方向啊，或者玩其他嘅嘢呢？咁樣。咁所以就揾咗我哋就試下其他嘅可能性，睇下好唔好玩咁咯。呢個2日1夜嘅音樂節，除咗俾大家睇 show 之外呢，仲有地方俾大家露營嘅，令音樂同大自然融合，似一個農莊咯，係啊，一個小型農莊咯。咁而家就係其中一個台，就係之前我嚟訓練啲馬氹氹圈咁樣練嗰啲步伐嘅位置，就會變咗其中一個台，就係綠豆台啦。今次個台都幾得意嘅，即係有2個台，有主舞台啦，同埋一個細啲嘅舞台嘅，有芝麻台同埋綠豆台，咁佢哋夾埋就係芝麻綠豆。其實最初就因為個地方，所以叫芝麻開壇嘅。咁然後到確定咗成個 event 嘅名之後呢，咁我哋再諗其他唔同部分嘅名嘅時候，芝麻綠豆好似都幾襯成件事喎，因為好多 band 都係 indie 嘅，同埋你話好大型，其實唔係。咁芝麻綠豆有義記，幾好啊！芝麻台就係主舞台啦，咁會係一啲比較重型啲嘅音樂嘅，或者係比較點樣形容好啊？芝麻台其實俾啲外隊啦，咁譬如廣州嘅吹波糖啊，嚟自台灣嘅晨曦光廊啊。
灣嘅晨曦光廊係一隊3人嘅後搖樂隊，我仲聽講話，咦，晨曦光廊係直自資嚟嘅參加呢次嘅音樂會。哦，係啊，佢哋好感動啊！因為佢哋一聽到有芝麻開壇搞呢個，佢就話已經係買埋機票，話點都要飛過嚟玩咁樣，即係唔收取咩嘢費用咁樣，因為知道我哋搞呢樣嘢，因為知道有2日1夜啦，有 camp 啊，咁係咯，食住啊，佢哋可能唔需要噶啦，咁我哋總之飛過嚟玩就 OK 啦。咁同埋我哋呢壇都係完全係冇 sponsor 去自己自資去搞出嚟咯。咁所以好多 indie band 都 support 呢件事。咁過癮喎，好玩喎。咁即係集合咁多隊 indie，咁就成咗呢件事出嚟。聽過嚟自台灣樂隊晨曦光廊嘅作品《風中的人》。除咗有一個芝麻台俾外隊喺台上面玩之外，仲有一個叫做綠豆台。咁綠豆台嗰邊呢，就比較民族少少，玩啲咩類型都有，譬如 Jazz 啊、DJ 打碟啊、Hip Hop 啊、Hero 嗰啲啊，咁都就喺綠豆台嗰邊嘅。都想做翻係一個節慶咁樣，我可以有多啲選擇去揀翻比較啱我自己風格嘅嘢咁樣，即係綠豆台又例如好似黃靜啊咁呢一類 acoustic 咁呢一啲係啦，靜少少嗰啲啦，對香港嘅 indie 去推介咯，俾多啲人去接觸下香港。其實有好多 indie band 喺度玩緊呢一類型嘅音樂，咁譬如好似綠豆台有個黑鬼啦，咁佢平時都會喺中環度表演啊，都其實好多人都會去接觸嘅，咁俾多啲人聽多啲不同類型嘅音樂咯，最主要都係。係咯，呢個特別啲嘅民族音樂啊，會玩啲 didgeridoo 啊，或者阿初會玩口弦啊，係一啲比較少見嘅一啲民族嘅樂器同埋風格。咁我哋係自己好中意，咁都想諗住呢一個咁嘅活動，然後多啲人聽到，咦，原來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個噃咁咯。係咯，聽多啲咯，係咯，香港都有好多好嘅音樂，譬如好似 Little Albert 嗰啲咁，佢都係 hip hop 咁樣，我哋都好 support 佢，因為佢啲歌詞就好到位嘅，抵死嘅。係啦，佢本身係一個醫生嚟㗎，係啊，但係佢係玩 hip hop 嘅。佢係 rap 咯，佢係 rapper，咁佢係純粹係中意音樂，咁佢就做一個 rapper 咁樣。咁係有一次佢嚟Hidden Agenda 度演出，咁未接觸過，我係冇諗過個反應會咁好，因為佢同其他 rapper 係好唔同。我哋印象中嗰啲 hip hop 啊，好 U 啊，係真係，佢又唔會嘅，佢係説唱玩字形式多嘅，佢企定定嘅，係啦，就唔會喐唔會成嘅。佢係用一個好正經嘅姿態去 rap 一啲好抵死嘅內容，係啊，咁嗰個衝擊就好大，無論係聽覺、視覺都咁，所以反而令到啲 band 咧唔聽 hip hop 嘅咧都走去聽，哇！原來香港 hip hop 可以玩到咁。如果我食飯但係唔影相，如果我影相但係唔 share， 如果我 share 但係冇人 like， 咁樣我食飯係咪白費？如果我旅行但係唔影相，如果我影相但係唔 share， 如果我 share 但係冇人 like， 咁樣我旅行係咪白費？呢個社會呢個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經 memory 唔係想像 MP3， 冇人 like 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呢個社會呢個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經 memory 唔係想像 MP3， 冇人 like 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呢個社會呢個時代，
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呢個社會呢個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如果我出街但係唔影相，如果我影相但係唔 share， 如果我 share 但係冇人 like， 咁樣我出街係咪白費？如果我買嘢但係唔影相，如果我影相但係唔 share， 如果我 share 但係冇人 like， 咁樣我買嘢係咪白費？到底要一個幾大嘅決心先可以完全唔靠 sponsor， 靠自己嘅努力去搞一個音樂節？即係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去玩咁樣嘅心態，就真係冇諗好多呢一啲嘢，就一路好重力就擺喺揾啲咩 band 玩呢？搞咗呢件事先。係啦，我哋中意啲乜嘢音樂呢？我哋想 share 啲乜嘢俾人呢？咁樣我諗就好似啲 band 仔最開頭夾 band 嗰個咁樣嘅心態，就係好玩咯。出 show 好啊好啊咁樣嘅心態，咁然之後就發下變咗一件咁大壇嘅嘢，咁但係個本質就係同不如夾隊 band 咯咁樣一樣。呢個社會呢個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呢個社會呢個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呢個社會呢個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如果我 fail 喺能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白費。如果我 fail 喺能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白意思。呢個社會呢個時代，手機代替我嘅腦袋，用咩定 Android？ 實落機 memory 唔係想像 MP3，冇人拉嘅生活真係冇意思。喺芝麻嶺搞嘅呢個芝麻開壇，除咗係2日1夜嘅音樂節之外呢，仲有一啲美食攤檔去提供嘅噃，亦都有啲專貨一啲。如果大家係素食者嘅就啱晒啦，有啲素食嘅攤位嘅喎。係啊，因為都驚，咦點解全部都肉㗎？咁如果我食素咁點算呢？咁我哋都有諗呢一方面，所以會安排啲素食嘅攤檔嚟擺下，同埋又見咁熱呢，都有啲攤檔係有個西瓜啊，電轉西瓜，成個西瓜俾你去飲啊、消暑啊啲咁樣咯，都係香港出品嘅，全部都係本地 indie 去做出嚟咯，所有嘢都係。一個糅合咗咁多唔同類型音樂嘅音樂節，你哋喺 rundown 上面嘅安排又係點樣嘅呢？中段係重型咯。夜晚就慢慢靜翻啲，咁因為方便啲人瞓覺，我冇理由去到11、2點 hard call， 跟住熄聲瞓覺。咁我哋會係8點鐘之後嗰啲咧就比較輕鬆 soft 啲，係咯，嗰啲 jazz 啊，即係比較慢少少嘅，就唔會話去跳晒又 hard call 嗰啲性質嘅。第二日11點零12點鐘起身，咁就再開始第二日嘅音樂環節咁樣咯。第二朝10點到就會播一啲 relax 嘅音樂，一啲神韻嘅音樂，然之後唔知可唔可以有人可以領隊做早操？我哋好想呢件事發生，即係唔係為咗做瑜伽都好啊，即係拉下筋係咯，等一陣間去睇音樂會都係咯，精神啲咁樣係咯。咁難得聚埋一齊，係咯，咁一大班人成，我又未見過咁多 band 仔一齊做早操。其實 Hidden Agenda 有咁豐富嘅搞 show 經驗，對於今次嘅戶外音樂節，你哋又最擔心啲乜呢？天氣咯，最擔心係天氣。係啊，呢啲冇得預計嘅嘢就係天氣啦。係啊，我哋唯有即係其實我哋而家都一路諗緊，因為話打風啊嘛，咁跟住個天文預報其實都好似唔知佢有啲飄忽，好似又話會陰天，又話會落雨，又話晴天，即係我哋仲未估計到。咁好彩嘅就係佢兩個台都有訂啦，咁然後喺小息啊休息嘅區域都係有瓦遮頭嘅地方。而家我哋就係都盡可能去睇下點樣去 plan，到時可以萬一
咁唔好彩啦，會落下雨咁樣，都可以安排到大家係繼續去玩嘅咁樣咯。係啊，因為係咯，我哋裏邊啲設施都 OK 嘅，咁都有埋沖涼啊啲地方俾啲人即係熱啊降溫啊去沖下涼咁樣嘅。最罩忌都係天氣啊，落雨嗰啲會係冇人咯。係啊，咁我哋係啊冇計嘅呢啲。我哋集體掛晴天娃娃，係咯，或者跳球羽跳嗰啲停雨舞啊。停雨舞。唔知大家有準備好參加呢個2日1夜嘅音樂節未呢？想知道呢個音樂節更多嘅詳情，或者我要準備啲乜嘢，就可以上到芝麻開壇嘅 Facebook Fan Page 同埋佢哋嘅網頁。係啦，就係 openccamcam.com， 咁就可以睇到，或者去 Facebook 度 search 芝麻開壇，咁都可以見到。咁就入面有晒所有資料，包括交通啦、地圖啦、嗰個營地成個場嘅地圖啦、樂隊嘅資料啦等等，就全部喺晒個 website 入面啦。即係我哋個 website 都有啲 link，可以大家都可以去啲 link 度聽下啲 indie 都得。有個懶人包喺個 website 嗰度，即係露營基本要有啲咩？可能你要有驅蚊水啊，即係除咗你個營之外，可能夜晚嘅氣溫會好低，你要有嘢去保暖啊。同埋例如小食檔，我哋係好鼓勵自己帶餐具嘅，環保係啦，咁樣呢一啲嘅資訊都有提供，可能有啲人唔係好知露營係點嘅，都想體貼翻佢哋。係咯，盡量我哋都會提出叫啲人帶啲自己啲餐具嚟，因為都唔想抌咁多白布膠嗰啲，係咯，污染環境嗰啲啊，係啊係啊，盡量都自己帶到嘅就自己帶嚟會係好少少。我哋都會提供嘅，但係盡量係咯，自己自發性，即係唔好抌咁多塑膠嗰啲物料嘅嘢。同埋你諗下，你拎埋自己嗰個我嗰個波點嘅餐盒過嚟，幾開心，幾型啊！我有翻自己個餐具喺度，帶埋自己嘅餐具，享受自然，享受音樂。有好多唔同嘅本地樂隊喺呢2日都會演出，包括佢哋雞蛋蒸肉餅，有佢哋嘅最新派台歌《榴蓮乜乜乜》。